1872311千禧年代。各位，我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新一年係馬年，我祝各位市民身體健康，工商百業興旺，馬到功成。馬係充滿活力、朝氣、勇往向前。喺舊年，我哋喺招商引資方面取得係理想嘅成績，駐港嘅內地同埋海外公司數目達到11000間，而香港嘅初創企業數目超過5200間。兩項數字都係創新高，反映咗環球投資者對香港前景嘅信心同埋肯定。今年我哋係會策馬揚鞭，繼續積極推廣香港嘅營商優勢，吸引更多嘅企業落戶，亦會係開拓更多新興嘅市場。新嘅一年亦都係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我哋係會主動積極對接15-5規劃，把握國家發展為我哋帶嚟嘅機遇，尤其係發揮香港內聯外通嘅獨特角色，協助內地嘅企業利用香港作為出海嘅平台，拓展新機遇，既發揮香港所長，同時為經濟注入新嘅動力。我喺呢度再次祝各位市民龍馬精神，事事如意。各位市民，我係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馬喺12生肖入邊象徵住活力、奔馳同埋力量，亦都有勇往直前同埋生命力旺盛嘅吉祥寓意。丙午馬年係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我深信國家喺改革嘅路上必定會好似駿馬咁樣喺疾風入邊奔馳，勇往直前。展望馬年，香港作為內地聯通世界嘅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醫務衛生局會繼續引領住香港嘅醫療衛生界喺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入邊發揮積極嘅作用，並且會全力咁樣推動醫療改革，建設健康香港，積極融入健康中國，令香港市民生活更美好、更健康。福馬呈祥，我祝各位龍馬精神迎新歲，健康如意賀新禧。大家好，我係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我首先代表發展局向大家拜年，恭祝各位龍馬精神，萬事如意，合家幸福。馬象徵奔騰不息，奮發向前，正係香港當前全力推進高質量發展嘅寫照。其中為咗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呢一個引領住香港未來發展嘅重要引擎，行政長官喺舊年嘅施政報告強化咗北都嘅治理體系，並且進一步拆牆鬆綁，推動市場參與北都建設，同埋便利企業進駐。我哋正係馬不停蹄咁樣推進各項工作。洪水橋片區嘅招標進行當中，將會喺7月初截止。而洪水橋產業園公司會喺今年嘅年中投入運作。北都嘅專屬法例嘅條例草案呢，亦都會喺年中提交立法會，爭取今年之內通過。另外，我哋致力借助土地發展，推動主題產業，包括喺合適嘅地點推動生態旅遊同埋遊艇經濟，以及善用現有商業樓宇或者商業用地發展專上學生宿舍。市區更新同埋樓宇安全，亦都係我哋今年嘅重點工作。我哋會加強規管樓宇維修工程，並且借助市場力量加快舊區重建步伐。亦都會喺今年嘅下半年將建築物條例嘅修訂提交立法會審議。喺推動土地基建發展嘅同時，我哋致力管控建造成本，並且已經逐步落實精簡審批、檢視標準、提升創新科技應用等等嘅措施，將香港打造成為國際基建中心。新嘅一年，期盼我哋各項工作都馬到功成，讓市民共享發展紅利，共創更美好嘅未來。